行政院院會30號拍板通過年金改革法案，公教部分18% 優存利率最遲6年就要退場啦。退休所得替代率調降到75%，逐年降到60%。退休金計算基準係以最後在職前15年平均本俸嚟計算。民進黨團亦都提出咗年改嘅版本，強調支持政院嘅年改會版本，但係唔會一模一樣。民進黨政府推動年金改革，行政院會30號拍板通過年金改革法案，公教人員嘅18% 最遲6年退場，第7年起歸零。所得替代率調降到75%，逐年降到60%。退休金計算基準以最後在職前15年平均本俸計算，樓地板定為32,160蚊。由於法案如果趕喺31號送入立法院，將可以喺下個禮拜立院程序委員會度排案，交付各委員會審查。民進黨團亦都舉行記者會，強調31號會提出民進黨黨版，而且兩部分支持年改會版本，包括所得替代率由75% 逐年降到60%，退休金計算基準定為最後在職前15年平均本俸，亦都強調贊同政院嘅年改會版本，但係唔會一模一樣。而時代力量黨團亦都提出年改黨版，18% 喺3年退場，第4年起歸零。所得替代率高官係10年內從60% 降到50%，基層則係80% 降到70%。樓地板亦可以支配所得嘅中位數作為最低保障。對於各種版本出爐，軍公教聯盟強調溯及既往無法接受。目前軍人部分版本仲未定案，相關法案仍在國防部同退輔會研議當中，必須經部會內部法規討論，再送交行政院審查。蔡英文政府推動年金改革，引發軍公教嘅反彈。喺草案送入立法院之前，台灣警消聯盟29號大動員發起7路遊行，抗議者情緒激動，唔單止喺行政院大門前邊同警方發生衝突，台北市重要嘅幹道忠孝西路同中山南北路口亦都完全被癱瘓。抗議年金改革嘅遍地開花行動越演越烈，唔單止兵分7路遊行，仲延伸到台北市嘅重要幹道忠孝西路，一班人手揸住旗幟就坐喺大馬路口，交通陷於癱瘓。有大貨車企圖想話要衝過去，遭到民眾圍堵，仲有人要爬上大貨車抗議，民眾情緒激動，仲同守正嘅警察發生衝突添。呢一頭上方人馬從大馬路中央一路推擠到路邊，差啲係上演全武行嘅。另一頭仲有機車騎士想話衝過馬路。忠孝西路同中山南北路口因為被抗議嘅民眾霸佔咗，所有車輛喐都唔喐得，只能夠靠警方嚟疏導。另外一方面，行政院門口亦都發生警民衝突。呢一場抗議活動由台灣警消聯盟發起，為咗抗議年金改革溯及既往，幾百名軍公教人員走上街頭，仲由退將代表吳思懷等人進入立法院遞交陳情書。面對各地集結嘅抗議民眾，台北市警方出動咗將近1000名嘅警力圍安。針對教育部長日前表示要暫緩未具本職嘅大專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並且另外修改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嚟保障。高教工會以及兼任教師代表30號到教育部前邊抗議，要求大專兼任教師不分有冇本職都要一體適用勞基法。喺教育部門口嗌口號，大專兼任教師代表亦都演出行動劇。高教工會以及兼任教師代表出面抗議教育部27號在立法院報告要暫緩無本職大專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保障，並且另外修改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嚟取代勞基法。教育部官員接落咗陳情，表示已經着手進行啦。不過兼任教師表示反對，認為
慶任辦法只係法規嘅命令，佢哋要嘅就係勞基法嘅法律保障。政大教授劉梅君亦都到場聲援，批評教育部冇重視兼任教師嘅權益。高教工會表示，原本今年8月就要納入勞基法，而家臨時轉彎，批評政府同大學聯手打假波，亦都要求大專兼任教師不分有冇本職都要一體適用勞基法。配合12年國教課綱107年上路，大學招聯會29號舉行會員大會，確定通過大學考招調整方案。個人申請入學嘅事情將從現行嘅3、4月，延後到高3課程結束嘅5、6月，並且採分階段銜接。為咗考上理想志願，考生佢哋平時苦讀，去到考場亦都戰戰兢兢。因應12年國教新課綱107年實施，招聯會29號舉行會員大會，確定通過大學考招調整方案，按現況微調。以現行制度嚟講，高3生喺3、4月份準備申請入學，繁星推薦。至於學測成績採計最多5科，但係從107學年開始，申請入學嘅事情會逐步延後，到咗108學年之後，更加會將5科嘅學測成績採計調降為4科，直到110年申請入學事情確定係落喺高3課程結束嘅5、6月份。等學習歷程嘅規劃更加完備嘅時候，不排除再減少採計科目為3科，循序漸進嚟減少新舊制接軌可能產生嘅衝擊。至於學習歷程檔案嘅採計，招聯會表示話，從107學年開始試辦，預計110學年學習歷程嘅檔案將係佔申請入學嘅50% 左右。招聯會通過嘅調整方案仲要送教育部審議，如果今年如期公告，新制將喺110學年就正式上路啦。日本橫濱中華學院同僑委會往來密切，每年定期組團返國拜會並且交流。僑教組相關嘅議題，今年係由代理事長羅洪健同埋好多位理事以及校長馮彥國等回到台灣嚟進行交流，同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同埋副委員長田秋瑾針對如何提供適當嘅輔助教材，以因應當地主流社會嘅華語學習熱潮嚟進行深入嘅探討。長年喺海外致力推動僑教嘅日本橫濱中華學院，由代理理事長羅洪健領軍，同行嘅包括校長馮彥國同埋多位理事一齊返國，針對學院目前教學業務嘅拓展等相關議題，拜會相關部會。抵達當日，首先前往僑委會，包括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副委員長田秋瑾等人共同接見。歷史悠久嘅橫濱中華學院，最早係以教育僑胞子弟學習華語同埋中華文化，而家因為喺橫濱當地辦學成功，近年嚟更係吸引咗大批嘅日本主流社會家庭將細路仔送去就讀。為咗達到學習嘅效果，主流社會嘅家長更係加入成人華語班認真學習，因此理事佢哋就提出教材嘅需求，希望能夠協助主流社會人士更加容易學習正體中文。今年11月，橫濱中華學院將係邁入創校120週年啦，屆時將會舉辦盛大嘅慶祝活動。訪團成員趁此機會向委員長提出邀請，雙方相談甚歡。委員長亦都期勉學院喺既有嘅堅實基礎上邊繼續推動僑教，唔單止令僑界子弟傳承優良文化，同時亦都令華語喺日本更加發揚光大。前民進黨黨工李明哲前往中國失聯。國台辦證實，中國以危害國安嘅名義逮捕咗佢，正在接受調查。不過外界解讀呢個係對共諜案嘅報復嚟嘅。陸委會強調，國台辦嘅講法唔夠充分，希望獨方快啲俾家屬一個清楚嘅交代。
前民進黨黨工李明哲前往中國失聯中國國台辦證實，李明哲因為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正係接受相關部門嘅調查。李明哲事件發生喺國內爆發共諜案之後，亦都有人解讀係陸方刻意報復。而立法院民進黨黨團舉行記者會，呼籲中國快啲放人，要求尊重人權，盡快講清楚拘留嘅過程。陸委會認為國台辦講法都仲係含糊不清，希望陸方能夠講清楚，俾家屬同台灣社會一個清楚嘅交代。而李明哲嘅太太李靜瑜則係擔心丈夫嘅身體健康，已經喺民間團體嘅陪同下前往海基會送藥，希望海基會轉交。再次強烈呼籲中國政府盡快公布相關資訊，允許家屬前往探視。我知道生年的請檢聽上來走，佢就可能會危險的地方。你講真件案例，去快台。媽媽，夫子，不公平嘅上嘅事，嗌咗係精神老佢帶走來。我嚟睇下做阿爸嘅，要不然全球無法實現平。係唔係咧？係別走佢啊！我點點啊！小孩子我喜歡榴蓮也不卡了。做一個阿爸，但沒可能失敗，應該本奧斯卡吃到眼毛一滴。我們一起去樂園吧 ！Go Go Go！ 天青色的雲層，縹緲的雲霧，這些仿佛水墨般的作品，是歷史悠長的中華文化棉紙絲畫。棉紙絲畫是運用棉紙本身的特性，因為它紙張的不同。纖維長短不同，紙張的粗細，還有厚的薄的方向不同，都可以撕出你要的圖案啊，或是你要的景象。要創造一幅精彩的棉紙絲畫，要了解各種紙類的特性，利用紙的變化達到渲染的效果。老師將紙玩弄於手掌間，仿佛所有的形狀都可以隨心所欲地變出，將纖維的粗獷美與柔和感展現得淋漓盡致。其實我剛開始學的時候，我也是因為看到報章雜誌上報道，很喜歡那一幅畫。它是一幅仿那個梵谷的向日葵，然後我看到很喜歡，可是本身不會畫，但是很想畫，所以我就去接觸，因為它這門棉紙絲畫是不需要會畫畫的人就可以做的。然後你只要按照它的稿子，然後適當的運用紙張下去貼，就可以完成一幅你任何你想畫的畫，會很有成就感。似油畫，亦似水墨，棉紙絲畫利用紙藝與巧手，創造了精彩的視覺藝術。台灣宏觀電視邀請您一起來訂閱宏觀 YouTube 頻道。YouTube 網站搜尋宏觀電視，點按訂閱即可收到最新分享的影音訊息。歡迎大家按讚或分享。警政署統計，12到17歲嘅青少年吸食毒品嘅人數比10年前暴增咗10倍。尤其而家好多毒品都用糖果嚟仿模包裝，喺學校越嚟越泛濫。立法院親民黨團將係提案加重吸毒刑責。仿冒精美包裝、肉眼分辨唔出真假嘅新型混合毒品喺全台流竄，好多家長擔心細路仔誤食影響一生。立法院親民黨團質疑，合成新型毒品多數係冇正式表列嘅，根本就無法可罰。法務部放任新型毒品流竄全台，甚至混入校園，尤其全國毒品查緝總量逐年增加，
近10年嚟成長速度將近10倍。對於累犯者，立委認為要加裝科技監控設備納入管控，先至有嚇阻嘅效果。親民黨研議修法，將持有各級毒品嘅處罰淨重從而家嘅20公克一律下收到5公克。而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持有第3級同第4級毒品，最低先至罰1萬蚊，冇實質警惕嘅效果。認為唯有拉高刑責，只能夠嚇阻毒品嘅源頭。3月29號係樂團五月天成軍20週年嘅日子，佢哋重回當年第一次上台開唱嘅舞台7號公園，亦就係而家嘅大安森林公園啦。現場35000名嘅觀眾一齊祝福五月天20歲生日快樂。第一首歌以成名曲《春嬌》與知名，五月天帶住歌迷一齊回到1997年第一次企喺7號公園嘅嗰日，當時台下大約只有100位觀眾，如今成軍20週年，再次重返同一個舞台。現場湧入咗35000個歌迷，一齊祝福五月天20歲生日快樂。其中就包括呢位年近80歲嘅資深歌迷，一早5點幾鐘就嚟排隊。20年前3月29號呢一日，五月天喺7號公園參加台灣樂團野台開唱，正式成軍。喺仲冇出專輯之前，亦曾經受邀上公視節目《V 世界》。萬萬估唔到，當年嘅小樂團五月天20年之後搖身一變成咗搖滾天團，仲巡迴世界各地開唱添，創下咗唔少華語樂壇新紀錄。全場總共唱咗15首歌曲。主唱嘅阿信仲提醒歌迷離開嘅時候帶走垃圾同埋回憶。演唱會結束，粉絲亦都自發性咁留低嚟執垃圾。而呢一場20週年演唱會 YouTube 直播總播放次數係達到224萬，超越咗金馬同金曲獎嘅直播。台中國家歌劇院嘅駐館藝術家計劃正選出2位7年級嘅駐館藝術家。呢一次強調同台中嘅聯結，希望能夠透過年輕創作者注入在地元素。2016年阿香的繪葉書喺兩廳院以及台中國家歌劇院戶外展演，背後嘅編導就係呢一位7年級嘅全職劇場創作者黃靜敦啦，而佢亦都入選為今年台中國家歌劇院嘅在地駐館藝術家。喺台中長大嘅佢，能夠喺故鄉展演，希望能夠讓中台灣唔一樣。台中國家歌劇院強調將國際視野帶到台中，亦都被唔少在地藝文團體嘅批評。而家選出2位台中在地駐館藝術家，希望能夠同在地產生連結。今年2月底，台中國家歌劇院嘅進館人次已經破100萬。雖然營運之後爭議不斷，呢次在地駐館藝術家精選展現咗歌劇院經營團隊想同在地連結嘅企圖心。台南新化高工特教班嘅學生張明豪同埋林玉婷代表台灣參加2017世界冬季特奧運動會，奪得雪鞋400公尺接力金牌以及曲棍球銀牌。特別嘅就係佢哋喺培訓嘅時間係利用沙灘嚟代替雪地訓練嘅，咬牙苦撐，終於係攞到好成績。手樹揸住銀牌，睇得出嚟非常之腼腆。呢一位就係讀新化高工嘅張明豪啦，而佢同佢嘅同學林玉婷今年代表台灣去參加奧地利舉辦嘅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首次參賽就攞到雪鞋400公尺接力金牌以及曲棍球銀牌，令到全校師生非常之開心。培訓嘅時期利用沙灘嚟代替雪地訓練，咬牙苦撐，終於攞到好成績。而同樣攞到好成績嘅，仲有康寧大學嘅許秀娟。即使賽前因為車禍受傷，但係得獎心切嘅佢，比賽充分發揮爆發力，打敗體格佔優勢嘅外國選手，喺競賽滑冰項目奪得1金1銀嘅佳績。睇喺教練眼中，呢一班特教生比起一般選手更需要努力練習，花嘅時間亦都比人哋多2倍。
能夠順利奪牌，亦都戥佢哋開心。新法高工表示，除咗學生本身嘅努力之外，仲有好多單位熱心協助贊助機票、比賽衣服等，協助學生順利比賽奪獎。1945年5月31號，日治時期嘅台北受到美軍轟炸，造成嚴重嘅傷亡。呢一段歷史而家被開發成為桌遊，希望玩家透過遊戲認識台灣呢一段歷史。1945年5月31號上晝10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治時期嘅台灣喺台北遭受到超過100架嘅美軍轟炸機嘅空襲。雖然目標係政治機關當時嘅總督府，不過亦都波及到學校、醫院同廟宇，造成嚴重傷亡，上萬人流離失所。過去嘅歷史同場景，而家躍上台面，成為呢一款生存遊戲《台北大空襲》嘅桌遊，融入台灣歷史。呢一款本土桌遊亦受到民進黨年輕立委嘅青睞。遊戲製作團隊表示，呢款桌遊唔單止係遊戲，關卡情景都深入考究，當年嘅歷史仲有人事物，要將呢一款桌遊獻俾熱愛台灣呢一片土地嘅玩家。歌仔戲是20世紀初從宜蘭發源的台灣傳統戲曲，而表演的形式也從農業社會的民間野台戲走進了現代劇場。成功轉型的背後是許多表演藝術家不懈努力的成果，而唐美雲就是一個好例子。多年來堅持傳承與創新，為歌仔戲樹立新標杆。我自己家里，我爸爸有戲班，可是其實父母並不是一打算就是要讓我開始演戲，因為早期爸爸媽媽他們的年代，其實戲班其實經過很多的改變，父母總是疼自己的小孩嘛，他們就不忍心讓我再繼續跟着唱戲，然後學戲，這樣繼續奔波。那後來真正的會演戲，是因為自己爸爸的劇團裡面真的是缺人手，沒有辦法就找我去跑龍套，然後一路就跑到現在了。所以他先讓我去接觸電視歌仔戲，就是讓我可以先適應所謂的演戲方式，然後再慢慢的再把我帶回到戲台上。所以這一路下來，其實我真的很感謝我父母，他們雖然知道我有一度真的是有一點小小的排斥，可是他們還是很用心的把我留下來了。那如果沒有他們，大概就沒有今天的唐美雲。幾十年來經歷不同形式演出和淬煉，累積豐富表演能量的唐美雲，在2012年獲得第16屆國家文藝獎。一路走來，對傳統戲曲喜愛的他，熱衷程度始終如一。對我個人而言，其實我覺得那個獎其實是一個責任，不管是為當代的歌仔戲留下一些不一樣的作品，還是說盡我自己的一點點力量，我可以盡力把歌仔戲推廣到我們台灣每一個地方。那更甚至於在做海外這個演出的時候，我希望把台灣最美的聲調可以把它推廣到國外去。我是唐美雲，邀請各位好朋友，我們一同來支持欣賞歌戲。繼續帶你關心下各地嘅藝文訊息。
嘅粵語新聞已經播報完啦，我係沙菲，多謝你嘅收睇，下次再會。